Hello，大家好，印慶月莊臣，今日係2025年5月31號端午節。首先咧，祝大家端午節快樂。我知道嘅，近呢幾日咧，現金分享相關嘅問題咧，喺澳門整個社會咧就炸開咗啦，鬧得熱烘烘嘅。今日條片咧就唔係講現金分享嘅，講一個亦都係相當之長遠啦，亦都係好關鍵嘅問題啦。關於幾樣嘢嘅，第一個就係就業問題啦，外僱過多影響到本地人就業相關嘅政策啦。跟住就係建築業現在嘅狀況啦，同埋公共採購等等相關嘅。咁事緣咧，特區政府近日就出咗2份重要嘅新聞稿，冇錯，又係新聞稿。特區政府現在咧同社會溝通咧都係靠新聞稿噶啦，當然就不足取嘅呢種做法。今日條片咧，因為分咗2日拍嘅，亦都喺唔同嘅地點啦，雖然件衫係一樣啦，不過有唔同嘅 topic 咧，都分開咗唔同嘅日子拍啦，所以喺聲音方面咧，可能會有少少唔同㗎嚇，咁希望大家就見諒啦。第一份新聞稿就5月27號嘅標題就係政府咧宜優化公共工程嘅招標制度，關運輸工務司司長譚司事嘅。譚偉文司長咧就聯同佢下屬嘅部門咧，同6個建築行業嘅團體就優化公共工程嘅招標咧，同埋助力青年投身建築行業等等咧，就進行咗一個交流會啦，同埋聽取意見㗎。事後咧就發咗條新聞稿啦。新聞稿咧就咁講嘅，咁譚司長就話啦，公務部門咧一直重視公共工程嘅招標制度嘅，並持續咧同業界保持緊密嘅溝通啦。未來咧將會進一步咁樣優化公共工程嘅招標相關制度啦，促進業界嘅良性競爭咧同埋發展啦。佢亦都指出咗㗎，咁過去嘅公共工程咧，曾經因為投標價格異常偏低咧，而影響咗工程嘅質量同埋進度啦。所以司長咧就話啦，將會研究以一個合理價格咧取代傳統嘅價低者得。咁司長亦都講啦，同時咧為增加本地僱員嘅就業機會啦，推動建築業人才嘅培養同埋發展啦，運輸工務範疇轄下嘅部門啦，喺開展工程承攬同埋服務取得嘅程序嘅時候咧，喺招標文件入邊就列出要優先聘用本地人呢個要求。如果條件許可嘅狀態之下咧，要設定聘用本地人嘅最低比例。與此同時，鼓勵獲判給人喺技術管理同專業崗位當中逐步提高本地僱員嘅佔比等，藉以為本地僱員，尤其本地青年提供入行、培養以至晉升嘅機會。6個會嘅代表咧喺會上都表示支持政府呢個做法。咁今日咧就簡單講講我自己一啲睇法啦。可以先講下建築行業一啲基本嘅狀況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首先澳門建築行業喺澳門嚟講咧，亦都算係一個比較大嘅板塊啦，都係比較重要㗎。你睇到現在澳門啦，充滿咗工程啊，澳門好似個大地盤咁樣啦。當然包括一啲掘路工程啦，亦都好坦白講啦。現在澳門一啲大型嘅私人工程啊、私人項目咧，其實已經唔多㗎啦，仲有一啲小型嘅私人工程咧就做緊嘅啫。公共工程咧就係現在澳門業界最主要投標嘅目標啦，或者係生意嘅來源咧，就係公共工程啦。而公共工程其實嗰個數量亦都係多㗎，而且嗰個數目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大㗎。行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 BIDA 嘅預算啦，近呢10幾年，每一年都超過100億嘅100幾億，甚至係200億或者接近200億呢個水平㗎。至於2025年喺財政預算案入邊嘅 BIDA 咧，都有198億，即係公共工程啊、基礎建設等等咧，都有198億嘅量係相當大。上一屆特區政府咧，任期差唔多完嘅時候咧，亦都作咗一個總結㗎。佢當中咧對基建咧，佢係咁講㗎，基礎建設嘅步伐咧就加快咗。喺2020年到2024年呢5年入邊咧，咁特區政府嘅投資預算將近800億元咧，係用咗喺澳門各大大小小唔同嘅公共工程當中啦。現實嘅狀態係點樣咧？因為啲大型嘅公共工程都好老實講啦，現在基本上都係啲大型嘅知名國企、央企、澳門分公司做咗大部分㗎啦。因為佢哋嘅實力啊、知名度等等，所以佢哋喺投標方面咧確實係有優勢嘅。都係本地啲公司係好難係同佢哋去競爭，會投啲大型嘅公共工程㗎。可能係有啲會拍到佢哋做嘅，拍住佢哋做嘅話咧就會好啲，起碼都有嘢做啦。
但係唔係間間都可以拍到佢哋做噶嘛。拍唔到佢哋做嘅話，其實個經營咧亦都係相當之艱難嘅。上個月喺施政辯論嘅時候咧，亦都有議員又提出，哇，其實私人嘅建築業界咧已經冇嘢做㗎啦，已經陷入咗一個生存危機㗎啦。長期 design and build 設計連建造，本地嘅公司咧更加之難咧獲得一啲公共工程嘅機會啦，係嘛？希望去改呢樣嘢。咁事實 design and build 即係設計連建造，確實對整體嚟講，我覺得就唔係幾好嘅。我自己都拍咗一條片講啦，design and build 要快啊，講求快。咁所以你見到啲公共建築嗰啲基本上係冇咩設計嘅，最緊要係快啊，咁四四方方、平平淡淡，起好自算。design and build 再加埋價低者得，所以令到本地嘅業界咧更加之難做。其實業界自己都過去都反映過啦，價低者得，話壓到啲價錢好低，利潤空間好低。咁啊，對嗰個設計啊、施工啊等等，肯定會造成影響啦。呢個好現實、好老實㗎，係嘛？咩價錢就做啲咩貨，價錢越低，咁做嗰個貨嗰個質量啊、工期啊或者用料等等，肯定係會比較差啲㗎啦。但係你為咗生意都冇辦法，所以喺 design and build 同埋價低者得。加埋一啲巨型嘅大型著名嘅國企有分公司喺澳門，所以令到澳門本地嘅業界確實係相當之艱難嘅。咁呢點係事實啦。採用合適價格呢個標準，當然比價低者得嚟得要好嘅。但係何謂合適價格呢？特區政府如何去定呢套合適價格呢個制度呢？即係實際執行嘅層面係如何呢？呢點係相當之重要嘅。正常嚟講，會係有好多測量師啊，有好多相關專業嘅人士去計公共工程嘅價格咁啊。你睇翻香港或者其他比較先進發達啲嘅地方，佢哋啲公共工程其實計得好準嘅，已經相對準好多。澳門嗰啲啊，好似阿羅斯佢之前所講嗰啲係估算啊，連預算都未去到，係估算嚟嘅啫。整體嚟講，你話用合適價格，實際上你嘅標準如何，你嘅整套制度又如何咧？呢一點先至係關鍵嘅。方向係可以㗎嚇，但係執行大家都唔知，大家只能夠係拭目以待啦。價低者得其實唔係建築業單單一個行業嘅問題，上一屆特區政府甚至再之前都係成日都價低者得，講就話唔係用價低者得，但係實際嘅執行上好多嘅範疇，好多嘅公共部門佢啲公共採購啊，都係用價低者得呢一樣嘢去做。佢嘅影響係咩呢？大家咪捲咯，鬥價錢咯，特別係經濟差嘅時候，各行各業要投政府標。一個標準嘅啫，就係將個工程價格或者將個服務價格、產品嘅價格壓低佢，壓到最低，你咪贏咯，價低者得。嗰個價格好多時候佔整份標書50%，甚至再高少少都唔出奇。如果要鬥價格嘅話，咁咪一分錢一分貨，大家鬥平。咁個質量就肯定會差啦，所以令到有好多嘢你睇到個質量啊，其實係好難，係會好好，咁大家都感受得到㗎啦。所以採用合適價格或者最有利標等等呢啲概念，即係價錢雖然係一個重要因素，但係唔係唯一嘅考慮因素、判標因素啊，仲要考慮埋其他例如工程產品嘅質素啊。設計嗰個可用性啊、美感啊、美觀啊、嗰個時間啊、等等相關，總之就係唔係以價錢作為唯一嘅判標標準相關嘅制度。咁我覺得其實唔單止係建築行業嘅，係整個特區政府所有嘅公共部門都應該朝住呢個方向去轉變，用最有利標或者係合適價格啊相關呢啲咁嘅制度，係比較現代一啲啦，或者比較切合現在整體個社會發展嘅。特區政府發呢篇新聞稿嘅第二個重點就係保障本地人嘅就業，其中一點談思將來嘅公共工程採購或者係即係工程承攬等等啦，就要求喺標書入邊列明要優先聘用本地人，呢個係應有之義嚟嘅噃，係嘛？其實喺呢條新聞出咗街之後咧，有好多網友喺啲Facebook 留言入邊都有講到，仲話優先係必須要聘用本地人係嘛？係嘛？咁呢度就唔同佢拗咩字眼啦。但係唔單止係建築㗎，所有政府嘅公共工程、公共項目其實都應該係優先聘用本地人㗎。當
澳門人都唔夠啦，澳門人都相關能力嘅都請晒啦，或者都係唔夠啦，咁啊請外僱啊等等呢啲，咁其實過去講過好多次嘅，就優先聘用本地人係合情合理合法㗎，去到邊度都講得通㗎嘛，係嘛？OK， 你話依家要寫落去，都冇問題，你話要寫，但係最緊要嘅就係嚴格執行啊嘛。第二個就係如果條件許可嘅咧，就要設定聘用本地人嘅最低比例。呢個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但係你睇翻啦，由2020年開始喺市政署相關嘅工程入邊咧，喺工程招標評分項目當中加入咗僱用本地工人比例。官方就話啦，呢個所佔嘅比例會根據工程嘅特性同埋本地嘅勞動市場情況咧而作出調整㗎。但係當時羅斯就冇跟到啦，公務範疇啲公共工程就唔跟呢樣嘢嘅。咁現在譚司叫係跟翻啦，係嘛？字面上去理解啦。市政署嘅僱用本地工人比例同譚司現在提出嘅設定聘用本地僱員嘅最低比例係唔同嘅。但具體嘅情況係點呢？乜嘢嘢係具備條件呢？相關嘅比例又會點浮動呢？但係點樣都好，即係話設呢個比例，事實上係可行嘅喎。現在譚司咧，我覺得有少少撥亂反正嘅意味喺度啦。其實設定最低嘅外僱比例本地人嘅比例，我覺得唔單止係建築業咯，所有嘅政府採購、服務嘅採購產品嘅採購等等，包括工程都好啦，我覺得都應該要咁樣做，要設定一啲比例。澳門係需要外僱嘅，但係唔係泛濫式噶嘛。當外僱影響到本地人嘅就業嘅時候，咁外僱就要退場或者要作出一啲限制㗎啦。外僱嘅比例或者設一啲上限合情合理嘅喎。OK 啦，講翻建築方面啦。截到2025年3月底，建築業嘅外僱咧係去到25,325人，當中非專業嘅建築外僱咧係24,899人，專業嘅建築外僱係426人，建築業嘅外僱就有25,000幾人。其實個數量係相當之大㗎，因為截到2025年3月底啦，全澳門總共嘅外僱加埋都係183000幾人啫。統計局相關嘅就業調查入邊咧，咁2025年第一季從事建築業嘅本地就業居民咧係14000人左右啦，比2024年嘅第四季咧係減少咗2000人㗎。外僱已經多過本地人㗎啦，喺建築行業入邊。大概係1.7嘅外僱俾一個本地人，個比例就係咁嘅樣啦。但係實際上喺工地上咧，過去都聽到好多個反應。其實實際嘅比例就冇呢樣嘢添啊！好多本地嘅工人其實係開工不足，甚至係冇工開嘅。好多時候就係開頭會請咗你，啲外僱一嚟，本地嗰啲建築工人咧就要離場㗎咯。呢樣嘢講咗我諗超過10年。喺議會入邊有講過，社會入邊已經講咗好多次，喺互聯網入邊就更加之多啦。社交媒體經常都有呢啲咁嘅貼啦，係咪？咁事實上亦都係如此喎。當中咧會牽涉到有好多問題，其中有一個薪酬啦。澳門本地嘅建築工人係用日薪噶嘛，而外僱係用月薪噶嘛。站喺老闆嘅角度，有公開，梗係叫月薪嘅人做啦，日薪嘅人。真係做唔切先叫日薪嘅人啫。咁呢度已經係有問題啦。咁呢樣嘢，咁大家探討下如何去改先至對本地人咧最有利啦。就算你睇日薪都好啦，都係一個唔公平嘅競爭嚟嘅喎。本地人嘅工資、本地人嘅日薪一定係比外僱係高嘅喎。我哋睇翻數據咧，2025年第一季統計局嘅數據咧就話俾我哋聽啦。2025年第一季整體澳門建築工人嘅日薪759蚊，但係如果我哋細睇一啲嘅話，本地建築工人嘅平均日薪係999蚊一日，而外僱嘅平均日薪681蚊，相差都幾大下。當然呢個係整體啦，唔同職位、唔同工種咧，佢有唔同嘅比例嘅。但係綜觀所有嚟講咧，本地工人喺唔同嘅工種入邊，佢嘅平均日薪咧都係比外僱咧係高好多。關於外僱同本地人就業一啲矛盾嘅問題，其實過去都講過好多次，喺度簡單重申一下。打黑工啦，係嘛？黑工係其中一個比較嚴重嘅問題啦。你唔打黑工定咩比例都係嘥氣嘅啫，係嘛？第二嘅
就係你要有啲專業認證啊，或者有相關嘅資歷架構等等啊嘛。成日講話培訓，又話啲年輕人唔肯入建築呢個行業，係嘛？成日都講呢啲嘅。咁事實上，澳門現在嘅建築工人確實係有老化嘅趨勢，年輕人係唔想入行。點解唔想入行啊？你睇到人工都 OK 嘅喎，點解唔入行啊？冇發展前景啊嘛，辛苦係另外一件事，辛苦一定係辛苦啦，但係辛苦有價值嘅都有人做嘅。關鍵嘅就係你專業認證制度啊，即係一啲專業認證啊、資歷架構啊等等呢啲都冇嘅，你點叫人入行呢？你睇返香港或者其他比較先進發達啲嘅國家地區入邊，做地盤工做藍領 OK 冇問題㗎。你有啲專業認證，有專業嘅資歷架構等等，佢有一個晉升嘅空間，有發展嘅前景，人工又 OK， 係辛苦啲，都大把人去做嘅喎。澳門就缺咗相關嘅嘢，咁搞幾多培訓都冇用㗎。培訓咗之後，我有嘢做，我就會去培訓嘅啫。阿滔都經常講嘅，有一個工種，特首叫澳門人去學呢啲吊裝工啊，學完之後通過晒考核啦，原來都冇公開嘅，咁培訓嚟有咩用呢？所以相關嘅專業認證制度咧，確實係要做好，咁你先有機會吸引得到年輕人嚟入行嘅。再嚟嘅就係兼職，過去都講過嘅，廉署相關嘅案件亦都揭露過嘅，係嘛？原來請兼職即係請本地人做兼職，都可以當係一個人頭，都可以去申請外僱，咁呢樣嘢就完全唔合理啦。過去都講過，好多澳門人現在逼住非自願性嘅兼職度日，因為揾唔到長工，揾唔到穩定嘅工作啊嘛，非自願走去做兼職。依家有好多工作其實係兼職叫澳門人做，主力去做嘅或者全職嘅就係外僱。呢樣嘢已經係唔公平啦。其實唔單止係建築業，其他行業亦都係存在。今次譚司出嚟講咗一啲相對比較貼近社會要求嘅措施啦。當然啦。方向好嘅，我覺得都 OK， 都係一件好事。但係具體嘅執行先至係更加之重要。如果唔係方向好，但係你下邊個執行唔掂嘅，即係好具體嗰個政策內容唔得嘅，亦都係唔得。另外嘅就係你真正嘅監管，如果你都係求其去監管，都唔嚴格去執行嘅，其實亦都係事倍就功半，係嘛？所以要幾樣嘢去結合咧，先至係有呢個效果。而且唔單止係譚司屬下嘅運輸公務範疇喎，其他政府部門、其他嘅公共行政範疇，我覺得其實都應該係要行相關嘅制度。就聘用本地人嘅比例等等、外僱嘅比例等等，其實特區政府應該掌握相關嘅資料啦。你可以做個公開嘅資料庫，入邊建築工人邊一個類別嘅有幾多人，有幾多已經做緊嘢，有幾多係冇做嘢嘅，輸入咗有幾多個外僱等等，其實一比對一睇，其實要做相關嘅政策，我覺得就冇想象當中咁難嘅。關鍵嘅就係你做唔做嘅啫，係嘛？OK 啦，咁譚司現在提出一啲改革嘅方向，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好嘅，都係 OK 嘅。關鍵嘅我哋現在見唔到好詳細嘅政策內容啊嘛，而呢啲係關鍵㗎啦。即係個方向 OK， 但係你實際執行嘅時候，你啲規矩唔好嘅，就或者定得唔清晰嘅，實已經係事倍就功半㗎啦。再者嘅就係嚴格把關、嚴格執行、嚴格去監督、巡查等等，即係整套嘅政策咧，要行得到啊，要行得好嘅話咧，係需要好多方面去配合嘅。嗰日咧我就講漏咗關於公共工程或者其他公共服務產品嘅採購等等咧，仲有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就係標書。其實特區政府唔同部門咧，佢哋都會寫好多標書嘅公共招標等等啦。咁其實過去咧，亦都出咗好多嘅問題咁。好啦，現在特區政府諗住去改變啦，至少啦喺公務範疇啦，其實你嘅原意方向係 OK 嘅，但係你份標書亦都要寫得啱先係得嘅喎。啲標書一啲行文一啲要求到底係咪合理會唔會俾人有走盞嘅機會同埋合理價格相關嘅制度標準等等，呢啲既要有特區政府總體嘅方向啦，亦都要每一個部門佢寫標書嘅時候跟翻呢啲咁嘅樣嘅方向咁先 OK 嘅喎。如果唔係嘅話，
淨係得啲大方向，但係份標書寫得唔好，或者你都唔嚴格按照呢啲狀況去做，唔係嚴格走去監督，唔係走去嚴格咁樣去遵守相關嘅法例啊，或者見到啲公司大啲公司惡啲嘅，你又唔嚴格執行，其他啲腍啲嘅公司你又嚴格執行。咁睇人嚟執法嘅話，咁都係唔得嘅。你要行相關嘅合適價格制度啊，優先聘用本地人等等相關嘅制度嘅話，其實係需要好多唔同嘅方面咧，齊齊會配合先係得。如果唔係嘅話，嗰個作用咧就會大打折扣㗎啦。咁呢樣嘢咧係要整個特區政府一齊去做嘅，都必須要統一方向、統一咁樣去做呢樣嘢，先至有機會成功。現在公共採購法咧已經喺立法會入邊細則性審議當中啦，當中有好多嘅條文啦，我揾機會咧都可以同大家一齊再分享一下當中一啲唔同嘅狀況啦。不過就唔係今日呢一條片嘅重點啦。